哇！呢度嘅環境真係好正啊，好多香港朋友都喺呢度有買到別墅，總價200零萬。如果你冇少少嘅定力，你依家係好難撳得住你銀行卡嘅餘額。建築面積130平方米，1500尺啦，實得面積280平方米，將近3000尺，私家嘅碼頭，成片湖景。視野好開闊，而且呢啲水係超級清嘅。呢度呢有我哋紅樹林濕地公園，亦都號稱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嘅馬爾代夫。翻去香港嗰邊只需要個零鐘頭。入面嘅戶型格局究竟點樣？嚟我哋睇睇，130平方米嘅，將近1500尺。入到嚟嘅呢就係我哋嘅前花園、前院後院嘅設計嚇。呢一度嘅面積呢有1000尺咁上下，主副樓嘅設計。主副樓嘅設計呢有個咩好處呢？佢嘅得房率咧會更加高嚇，贈送嘅面積咧會更加多。右手邊咧係我哋嘅主樓，咁呢邊咧係副樓。咁我哋可以喺副樓呢一度整個 KTV 室，完全唔影響到我哋主樓嘅居住空間。跟住呢一度我哋可以做一個花園仔啊，種棵大樹，平時喺呢度嘆下茶、睇下書，係咪好正咧？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主樓設計。我哋平常嘅日常起居生活咧，就主要喺呢一層活動嘅全景嘅落地玻璃，無論喺邊個空間，亦都可以望到外面嘅環境。喺呢一度咧，仲有一個溫泉泡池。我哋呢個別墅咧，佢最大嘅亮點，除咗環境靚之外咧，每一戶都做到溫泉入戶，加上喺2樓睇下個空中花園嘅面積咧係全贈送嘅。晚上抬頭睇下我哋嘅天空，數下星星，係咪好正咧？咁喺呢度望落去就係1樓嘅花園。咁我哋2樓咧係做咗2個房間，帶大家入去參觀下，係咪好正咧？嗱，我冇呃你噶，呢個景觀咧全部都係實地影嘅。主人房咧大嘅衣帽間嚇，咁呢度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全景嘅落地窗。2個房間喺2樓咧都係套房嘅設計。呢一種環境真係值得你嚟感受一下，200零萬就可以擁有啦。有直達車咧係翻到去香港嗰邊嘅，同埋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。如果你對呢一個項目有興趣嘅話咧，幫我視頻點個 like，跟住留言私信我啦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